就是安尼番你讲過就是你嚇，就是本來學人家一人嚟講，就是人哋樣聽啦，家己哎喲唔對，咧小對你嚟講下，把刀變到掉咯。唔是，有你是假 racist 嘅人嚟嘛？哈，對。啊，有本，你我都過嚟我真係冇事㗎，係你我真個 ram 嘅，反正你人啊。誒，我會實一下，等我啊，本來學人實 ，OK， 等陣。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底嚟收聽。哎呀，我背部我識啫。歡迎到底嚟收聽邊啲學嘅節目。即係禮拜咧，我哋嘅特別嘉賓嚟介紹啫。即係禮拜我特別嘉賓是莊咧，老趙阿龍歡迎。恭喜大家好，恭喜大家這邊。他們是不秒見掉，見咪恭喜，白見咪歡喜嘛。啊，對。แล้ว阿龍這個禮拜是我 boss 先生，佢這禮拜我是被做 boss 會教人，按照寫學嘅話。按照寫學。老實講啦，我本是講講搞，特別已經叫佢估，我有心去研究，你已經叫佢估。即係有時我放啲 Facebook 啊，嗰度啊，人係講唔是肯講唔對嘅啊，你咪成日學掉啊，對，你就假到對我表現嘅。對，แล้วก็有啦另外一個เป็น老趙แล้วอาสมรักษาคนไหนกันแล้วหลังโหโหเป็นเดี่ยว同กินอาสมรักษาแล้วก็我係 producer 老趙豆哥歡迎豆哥Hello， 大家好。我豆嘅啊，我特擺就上咗豆嘅，人哋唔是講人哋意思我聽眾嘅呢幾年啦。然後我特擺拍字時我拍豆嘅，後我特擺就想講有隻濟人讀是用阿毛嚟讀，所以變做豆魚嚟讀，所以我特別唔是豆嘅豆魚，所以我特擺時我要拍要講按怎拍福建話，做咩事我要拍用福建話誒拍字嚟。即係羅馬字嚟拍福建話，standard 嘅阿毛 standard 冇上，嘅雲南 standard 冇上，所以呢禮拜咧特別講嘅，特別我特別就拍先，我就上得到嘅。แล้วก็有啊，新椒特別老椒聽隻古了嘅毛令，毛令不啦嚇，毛令頭啦，嚟頭這是頭先冇第二擺啊。頭一刀。但係定時成日嚟聽有差唔多嘛，所以即係禮拜歡迎嚟伊唔知係咩風喎，吹掉到啲細班嘅吹過嚟，變嚟學嘅人節目，聽十幾年啊！你會記你頭嘅事，比如是係咩啊？聽下先。未記啊！你人咧是上個guest 是幾句？你會記嘅？guest 啊，日本老姨。日本老姨是 after 日本老姨點先 ？after 呀咯，都冇，我是 after 日本老姨日本老姨變咗是你 generation，你係講日本老姨加即係阿獨是。有聽過日本老姨加冇聽過日本老姨啦。你想話嘅時候去就係夾邊咯，所以我係 feel 到就係講到嘅。冇，但係我都唔係一個 generation 嚟。你是日本老姨，個山老肥鳥。哦，這你知？老肥鳥佢，然後老伊個鳥國獨嘅嘛，特別伊弄嘅故事最出名嘅嘛。冇話這你知，我你真係知是係你 era。我你是講老日本老嘢 era 是係你加獨肥鳥嘅。是啦。不知你想對係是講傻虎是 original 嘅。O.G. 就好似渣渣咯。我看我應該是南西 era。哦，南西固定喎，南西上 return 南西啊，要 return 嘅。有一隻咧，我是拍袂死嘅，固定英文有啲嘅，一定叫豆嘅。迄個拍袂死嘅。然後下面 generation 一部掉咗。哇！個有一個紅酥誒毛毛菇歡迎，毛毛菇到車嘅，你幫我講你換車嚇，你坐車？到車，我冇換車 ，Alex 換車，你講換車。我換車頂啊，當住司機人多㗎了。誒，但是講馬來西亞巴刀有迄個叫咩？迄個 autonomous 嘅誒，伊咪換車咯。Hello。好攰啦，而家預防以嚟啦。แล้ว變咗連北京本做邊好事係咪我聽咗講嘢係你係咪 app server hang 嘛？server hang แล้วแม่ปักกิ่งมันดูอยู่แล้ว
好了嘛。個有不知嘛是要講啊，要講白車先呢。白車先嘅 system 啊，變成冇用咧扣啊嘛，當然其實用咧 app。係啦，我真係未見我，特別未講嚟，特別講就係普羅就係嚇模擬，普羅係啊，就是會講啊，浪跌啊，唔浪在上面哦。有時候講 OK， 叫我可能去 restaurant 啊，去食物件啊，還是去 shopping 啊，當今日出去時 MCO 是貴時，你跌啊未？一跌你啊未？你在上面說？哦，跌了未？嚇，冇跌過，冇跌過。係跌愛跌啊，同樣愛跌嘛，愛跌嘛，但係只冇對愛跌。就是咧，跌嘅意思嚇，咱學嘅話真正趣味嘅咋？你講跌啊未啊？你跌啊未？就是你已經在講是一 scan 你嘅 temperature 未啊？咱講跌啊未？唔過迄個 device， 冇迄個 device 對條跌嘛，咱都未曉叫啦嘛，有幾跌點樣啊？嚇！最笑真真。冇啲會看，也冇啲會看。冇阿三拉薩，是唔是啦？學嘅話是真趣味。我係媽，我點知教我媽教我係指啲講我電話嘛？你話拜人落吉隆坡，有時去吉隆坡時依度我指啲講誒跌啦喂，係你話媽講下啦，你知咩哦？跌啦未是知咩意思？我講我知。所以就趣味啦。啷當佢會寫名嘅。寫名。喺韓國是會寫名。人家冇用用 app 啊，用 QR code。用 MySejahtera app QR code 咯。MySejahtera。喺你北京這邊啊，咁冇伊啷有啊？我買個別店㗎啦，你多面冇有咧 QR code 嘅啊。有哪裡本有你愛寫本會唔關這 apps。哇，學習咯。OK， 嚟講到啲嚟普羅到啲嚟啦。แล้วก็有一個香港嚟，點知啦？佢名咩？叫โลคา179啊，172、174、194、194、196、192、193、190。定到成較滾啊！你叫水啊？定知成較高較滾啊？194咁嚟，192。แล้ว歡迎แล้ว這禮拜咧，我哋會嚟講我是會嚟甲人講做咩事，我感覺到要緊啊！人講按真係寫福建，人接落來聽到福建話是幾廿年人講到啲拍到啲歷史嚟講，一人是話殺掉講福建話是 Mandarin 華語dialect 嘅方言嚟，特別其實是唔對嘅。所以即當最近我發覺到啲邊啲福建下，當然邊啲福建有 TikTok 咧，邊啲福建有 TikTok 又有。我講起將蝦米數福建唔是 Mandarin 嘅方言，你特別明白了解係你無相啊，係清查咧時候，人家會開始學人家嘅福建話話嘅按怎寫。第二條，做咩事要緊會講福建話會寫咧？做咩事都咪記嚟寫，人講到嘢啊嘛。但是講你冇明明講福建話是其實係個語言嚟，係 proper language 嚇。你到 rasa 就講人福建話是未寫嘅，所以你變做冇寫，咱拿冇寫，伊度拿硬拍冇去。了，其實係個福建話真係硬嘅，你看華語台啊。特別華語台本就一個問題，華語台有subtitle嘛？特別伊subtitle是講 Mandarin 嘅嘛？華語台係攞講 Mandarin 嘅，呢唔是 direct translate 嘅。你使抄 ，sorry。當然，就是講你愛看係你，你即講你愛看有興趣嘅學較好較濟款嘅福建話嘅話咧，台灣就就這樣嘅節目咯。特別台灣咧，講是第幾代？到台灣嘅唔是台灣嘅講是第二代咧。確實真有福建話嘅subtitle嘅，但係伊福建話subtitle，特別串嘅嗰粒唔是嘅，串嘅嗰粒是華語嘅。特別我感覺到即係無厘頭講嘅冇會幫助，就是有啲人是想講，你阿未學掉下，你安怎會幫啲人去讀福建字，對唔對？對。所以你特別會曉學掉本，你學嘅辦法有只幾種啊嘛，一種就是聽邊啲福建。
另外一種就是去食是去學，咱有用咧學，但對邊咧學見 podcast 嘅聽眾啦，要緊嘅就是咱有講，了我唔是講要教，你未曉個即個到底法國來嘅人，還是到底大陸嘅人未曉講福建話，人講福建話，即唔是我嘅目的啦。我希望別人嚟外口做呢款嘅物件本，特別我要做嘅物件，本身要做嘅物件是要教已經會曉講咧。咱有日有講加減減老風噪音導語本好嚇，咱有講會曉講了嘅人呢，我就這是我嘅 target audience 啊，唔是講我唔是跟佢講為了為教未曉講福建話人做這節目，我是為了要鼓勵甲教已經會曉講福建話人講較較濟，用較較高，會變嚟福建話。就是我哋希望講用有一節用啲 WhatsApp 裏邊用福建話嚟講啊。要學較濟福建字嘅話，你特別去卡拉 OK 哦，要加隻台灣嘅歌嘛。唱歌呢？會使本特別，你會使阿龍你會你會先嘅YouTube。最來這最。意思咧，我嘅朋友。你朋友啊？伊是蝦米人？你名咩名？伊嘛是香港人啊。伊本是香港人，本是學講福建話。是啊，伊是我嘅學生，台語學生。哦，是你台語學生。你都冇出聲啫。冇出聲。阿來嚟講嘢啦。阿來出聲啫。大家好。來 Kiki。你好。緊張唔知咩講，伊自拍格了，轉你，伊轉拍格，我就估啦，頭先都嘟到正就會講嘅時數，成日玩嘅啦，成日玩短期，成日短邊頂時我會講，哇我 practice 我學哪我計教啊，但短期時就 key 嘅grab 嘅時啫 ，kick 㗎，一次頭俾你，被出㗎啦，呢對醫生啊，我一睇你講未出就頭。咩叫洗頭錘？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我講到啲嚇，แล้ว我做咩事要緊被寫？我成日看成，我要聽學阿龍，แล้ว我要挑兩別人嘅看法本。我寫我是感覺到那少人無學，正是一個辦法來寫啦，是有 standard 嘅辦法，就是講教了人看了本字誒，如果是有學到，你就會讀出來迄個聲呢。人家會 standardize，因為我當今18人嘅時咪到底，人家了本是我本身話，人用阿莫話嘅 spelling 嚟寫福建字，用華南話嚟寫福建字，有咧 G 是讀 G 嘅聲，有咧讀 G 是讀 G 嘅聲，有咧是大是用 D， 有咧大是用 D， 人個字上面較坎坷，就是人用。華語 Mandarin 嘅漢語拼音嚟寫福建話，你有人就是問，我聽到只字咋阿龍，咱做咩事不過俾學新嘅學生啦，未曉用漢語拼音啊，漢語拼音就一個了寫出來，你嘅 argument 是安怎呢？漢語拼音是寫未了個了嘅，因為只隻福建話音咧，係漢語拼音冇嘅。但係講福建話有800種無相關嘅音啦，漢語拼音咧 Mandarin 啊，近年有400種呢 ，Mandarin 是福建話一半嘅。所以漢語拼音一 design 出來是學 Mandarin 用嘅，伊唔是學別個話用。即譬如講啦，我無就背迄個無嘅音，啲 Mandarin 裏面是無一個音嘅，伊無一個 B 嘅音嘅無嘅。所以若是你寫 BO 嘅話咧，變做我無就背啊。伊用 Mandarin 嘅是波摩科波音，伊甲福建話無，迄個嘴唇有準嘅音咧，是無相關嘅。所以 Mandarin 是記錄未了隔了嘅。所有嘅福建話字嘅，福建話有800個音嘅話咧 ，Mandarin 近有400幾個嘅。即係唔是我講嘅就，即係迄個語言本身數字是安尼款嘅。你有興趣嘅話咧，你可以夾一本 Mandarin 嘅字典嚟看啦，看一拼出來嘅字啦 ，AIANANG， 隔了加起來咧 ，Mandarin 如果冇記錯嘅話咧，是440幾個啦。福建話第一招有800個。所以變做你未寫掉啊，你把刀冇記錄掉啊，把刀到你都會。
見講係補起，你就你這字係補起，你音係補起咯，音係補起，你補起記落嚟嚇。然後我甲人講，我本是食屎，你知我攏知啦，聽我做節目呢句，10幾年攏知我頭邊咧學見起頭一個 episode 起時，我係大多個咧是用阿摩寫嘅，然後我後尾是用亂寫嘅 system 嚟寫福建話嘅聲，然後過嘅時我個對白嘅 system 我家己去學了，後尾是在條講學條講有一個 standard 啊 ，standard 嚟講啊，一個。標準定嘅標準對，或者定嘅標準咧嚇，變做我就俾迄個一種嘅寫法咯，一變做若是加了人會學，係一種嘅寫法，人就會平平學上隻 system， 人會平平會讀出來，伊會寫就對。然後我同你講阿龍仔嘛，我做安尼幾年啊，我寫未，我無咪曉寫咧，伊個音嘛。我係聲，我較濟曉寫了，特別我有淡薄問題本啊。但若是講我到這邊，我每路人啊曉甲人講 discuss 嘅曉，人咪是會使講講 OK，愛寫是安怎寫，是個當今人講，但係人講咪無這字，人是無即個 B 無一準嘅喙準嘅 B 嘅聲，到底 Mandarin 嘅位嘛，特別咱福建話有嘛。福建話講話都無嘅。啊，了路人別人有安尼可能想法過，我要聽看人嘅意見，看人有蝦米無相嘅意見，講做咩事我就寫福建，有一個人是感覺到真麻煩，特別你麻煩買學不要緊，有興趣嘅人學嚟講，第一招冇有幾個人會寫起來着。我是驚是你想講你寫着，特別其實是。你有嚟字你都無寫，你講哦無啊，你面是啲寫係寫 BH 咯，是啊，你看是家己做出來嘅 system 啦，然後變做無standardize 嘅咯，無標準嘅啊，然後變做你講一行，我講一行，然後安尼款就變做未對嘅啊，變做無 standard 嘅。佢一直就咩一對話㗎啦。有個人是想講，哎呀，我按寫就會使咧嘛，我朋友看便變就好了，但係你唔會記咯。你寫出來了，但有可能是干你嘅朋友會曉看你寫嘅。對，然後伊變做，伊就被起混咯，被起混嘅話，你學伊就被留落來。你有冇俾個人寫字，比講，哦，其實無坎坷，尤其是寫嘅聲，伊嘅聲嘅 consonant 嚇，是無咪坎坷嘅。係你話你會曉講福建話人曉，你會聽出伊無相嘅音曉，你會寫會出伊無相嘅即個羅馬字。羅馬字是 alphabet 啦 A B C D 啊。其實挺簡單。嚇，阿龍，我介紹的。我想到一句話啫，叫做成學福建 A B C， 成學福建 A B C， 成學福建 A B C， 下了變成哆來咪。哦，我就是按咁想咧，成學福建 A B C 咧，就是用 A B C 嚟寫福建話聲。係了，接落嚟個哆來咪，哆來咪係咩咧？哆來咪就是一條。哦，成學福建 A B C， 係了變成 A B 哆來咪。了解了解，我變成學誒你是當佢係講我寫福建話咧，我其實有兩種嘅寫法嘅，一個就是用 A B C 咯，這是第一咧，因為佢阿摩車人本嚟曉快，特別你特別寫到準咯，你望 Q 就寫哇，叉句條 CHAR，KOAYDEOW，佢哋阿妹佢哋 R 咧嗬，你是無需要加幾嘢就，因為你寫有 R 甲無 R 咧，對邊兩嘅福建話嚟講係差咗，所以你特別 standardize 可以標準嘅話咧，就是用幾兩種唔同嘅寫法，你可以用一種嘅寫法去寫。誒，你看咱個美國會嘛？你係就講100%，我係就講對方講嘅是蝦米物件。我知第二種咧，就是用電腦字嚟寫，特別電腦字咧，有一個較大問題，就是唔是教了人會曉讀，唔是教了人讀寫文嘛嚇。學點做？你有檢查嘅查咧，查別嘅查咧，查別嘅查。差別嘅差嘅話咧，差別冇，你是講教學你哋差幾條嘅差嘅時候，冇啦，spelling 啦，嗱是講差幾條嘅差別嘅差。哦，你是用哆來咪嚟，你是用哆來咪嚟搬，是像嘅，對，是用哆來咪嚟搬嘅。因為一樣嘅 spelling，媽咧叫 Mandarin 嘅是人哦。叫媽媽，一寫出來不是 MA 嘛，特別要 C 嚟調。
福建話本嘅聲嘅，一寫出來是 let's say 啦 CHAR 啦，一個是叉，一個是叉，一個是叉，無相關咯。特別伊嘅 spelling 是應該是聲嘅，問題是變成咱人接落來無 standardization 咗，所以下面人本 Q 掉寫伊嘅 standard。Q 條聲，所以有 R 無 R， 有 H 無 H， 迄個無人去管咗。所以我是感覺講，你特別講 context 係猜。對，咱來學，咱特別猜咯。你有影是袂曉講福建話人咧，你看咧，你是唔知對方是講咩咋？你是會曉講福建話人，你是所寫我本嚟明白。你阿格掉，特別講會當時。袂曉嘅人 I O 伊度我袂掉咯，伊度why sometimes with an R，why sometimes without an R。即係佢住另外一人是本是香港人啊，就這人，哎呦，佢哋香港人嚟啊！哇，香港歡迎加王水轉，歡迎，特別人哋會王水轉，佢係是等嚟叫咩？哦，係咯，水轉是女人，水轉是女人，水轉不是香港，台灣人，你是台灣人，歡迎，係，今日企喺香港。當然伊企喺香港，我人本來學件是叫大，你企喺卡水，你邊啲話講大香港嘅？大香港。特別別見你係講，你係台灣嘅話嘛？你一豆嘅咪是講豆嘅，學緊話靚嘅豆嘅。Yeah，我有盤啦，要盤啦，我有盤啦，讓人哋俾企啦，幫借了，是啦，我企馬來西亞靚。啷卡水嘅事，啷卡水嘅事加濟。แล้ว我明明係你 system 咧，你講解釋就係你 system 學嘅話就講。OK， 系統。系統啊，咱叫系統嘅話，佢奇怪咯。系統。系統我成日掉成個系啲湯物件，湯得系統。我暫時我是冇記做 system 啦，因為我當講嘅是用邊啲學嘅你拍字用嘅。spelling 嘛，所以我叫做拍字攞啊，拍字攞係 system， 我記得拍字攞咯 ，LAW 啊，攞啦，啊 ，LAW 攞啊，對攞件啊，攞啊，哦，攞係。咱人學嘅話裏邊接落嚟自古以來用攞這啲字咧，攞也滾，攞也斜啊，除攞也對攞件啊，對攞件，對，攞法。咱人嘅法律叫做 law 法嘅就啲邊 law 法，咱冇叫做法律叫 law 法，有攞慶嘅，law 慶冇寫，冇相字，law 法嚟攞成咗寫下龍。我是用佢哋logic 嘅邏輯嘅邏，我用佢哋字嚟寫。哦，我啲都會看過，有人嘅 document 裏面是寫過呢啲字嘅。哦 ，law 法。你嘅先嘅。page 是唔是攏是安尼寫？本是安尼。攏你寫 page，是唔是？我寫好啦。你寫 screen share 你嘅隻 note 嚇，還是我你用手寫抓唔使啦？你使寫咧時候人看啦，我咪是佢看掉到 YouTube 啦。我哋 chat 裏面啊，YouTube。未，你 chat 你我未看掉。即陣是囡仔行，大車。阿龍，你會使想講我開你嘅 notepad 嚇，然後你 screen share 你 notepad，然後你 type 住你 notepad 你 note 嚟。電話會使，然後你 expand 做喺度。我用 Microsoft Word 咯。嗱，你睇 Microsoft Word 就係使 Microsoft Word 一幫大，即係你拿拍是諗是看掉咯。แล้ว有當時嚇，有當時你喺看的意思啊，你詳細嘅學嘢。但係你講用 ABC 寫係用嘅羅馬字寫，是用唐人字。對，哪種嘅寫法咯？福建話是哪種咧 ？ABC 甲唐人字。我是感覺到咧 ABC 暫時是較硬啦，對人嚟講，特別關係啊，你看到係你有人看關係啊，你讀唐人冊人，你都會慢慢去學，你看到是會識。然後 ABC 即種嘅攞啦，即攞法啦，你寫 ABC 即攞法，人是。住人做出來咧，就咪是咱會相信講這種嘅寫法是對人是啱嘅咧。有陣時咧唔知這段歷史嘅就，即係你寫法咧就講啊，仲用漢語拼音，特別漢語拼音是用國40年代嘅出來嘅物件咗。特別即係用福建話嘅拼音咧，咱人講嘅 romanization 咧，其實是古個早前已經100幾年，點解已經有這個物件咧就，咁做有這個物件咧是因為嗬。佢點聲
有紅教嘅傳教士，因為傳教士咧，因為佢宣傳，因為基督教跟天主教嘛，所以佢個中國叫馬來亞，佢唐人嘅所在時咧，一看到哇，佢邊個係唐人字嘅，我俾佢教喺啲唐山人講耶穌嘅好，佢講聖誕瑪利亞嘅好，所以按照佢教人咧，是用福建話嚟教咯。特別傳教士是磨車嘅，咁個是按摩嘅嘛，都一會曉學條福建話。特別問題是用寫為做唐人字嗰度，所以有時候就講我學咧福建話，我就每當地人即個物件都叫，即個物件都叫，我聽人音了啊，我 spell 出來，我 spell 出來了，我講啊，白都講耶穌咧嚇，就是即個字就是按 spell，即 IASU 就是耶穌 ，IASOO 就是即個耶穌即個音，所以人教人，所以人話俾佢翻譯聖經咯，翻譯聖經嘅時，正早整出來福建話聖經咧，唔是用唐人字嘅。福建話聖經第一集咧是用 ABC 嘅，所以有陣時人唔知這段歷史，按怎用 ABC， 按怎唔用唐人字咧？是因為傳教士用大家本身是紅毛，用到對紅毛字來將基督教甲天主教嚇，換到對福建人對，所以正早整嘅聖經福建話聖經唔是用唐人字嘅，是用 ABC 嚟寫嘅。ABC 是叫羅馬字啊？羅馬字咯，我是硬講用 ABC 嗰邊咧，我用 ABC 嚟寫。羅馬字係。然後你可，即個 ABC 咧可，有陣時講啊，這是台灣嘅咁聲，中國誒會咁聲嘅 system， 特別其實迄個傳教士頭一個 start 寫一個 ABC 寫一個羅馬字嘅傳教士咧，其實係啲邊嘅咁聲已經 start 做一個工咧，所以即個羅馬字咧。正啦，你正就對到對歷史嚟講咧，開始是在啲邊嘅，對，一時啲邊嘅 start 嘅，係啦，冇唔對，接落嚟咧，可幫大就一人用起咧，是啲中國會用起嘅，會用咧佢後去個台灣，係啦，個出名起嚟嘅，特別一地渣咧是啲邊嘅成實。哦，因為有，所以即係是一部分一定用掉，就逼掉用掉啲傳教士備用。無法特別用掉嘛，為咗聖經，咱咪是大掉佢哋你紅教人，本來人大掉紅教人即個攞咧寫字攞咧是人變做當今個有一個基本，有一個基本，有一個基本嘅辦法嚟寫。對啊，毛毛菇青衫，來，毛毛菇青衫，係咪一部青衫咩？人都會解講，伊唔知講，你就有可能唔知講，咱人看到啫。啊，伊唔知講，毛毛菇，我看到你換衫，我冇看到啊，點啊？嚇，毛毛菇，我看到你青蛙。แล้วไอฟิชโอแล้วอีต่อหลังก็มีก็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講到對係伊個攞，你係試下開喲當見啲 share screen 啊，等看安怎，我俾安怎 share 啊？當見咩？看到啊？你看到我嘅字咩？羅發，แล้ว就是攞，就是 logic 嘅攞。哦。logic。羅發 ，OK。แล้ว但是你要寫係咧，要寫 ABC 安怎寫？要寫 ABC。你寫法嘅一隻嚇。對，一隻抓。哎呦，笑咯，通看到你看。我做數，手帶條啊。攞了變做就安怎去寫？我明白，讓聽我知我明白，我家己本身唔是學調嘅人，我是阿龍學一個久，我學是不如這幾年嘅學，我是知我明白艱苦寫，特別你若是無學咧，你是永遠無法度。แล้ว無法度嚟寫咯，所以我是講，若是講人會變咧學見嚟聽講嘅學起來，甲你朋友，你免講愛寫伊度咧咪本好，你寫 ABC 呢，嚇，你都會有辦法寫出來，較準嘅學見話啊。免講伊寫 ABC 本嚟咧，是講一個攞啦，你即講伊是擺第一個音啊，你拍呢本會使，別講要教你你bằng攞。對，嚟啦，裝個聲那邊咕咕咕咕是裝個聲。I think 是咧，咕聲唔知乜嘢。I think 是咧聲昂嘅，搞我聲聲。我 mute 你啫。字體真水。我 mute 伊咧。啊，叫我 mute 伊啦。แล้วpronunciation 係咩？羅發。羅發。
OK， law 法就是law 嘅意思咯。就是法律。แล้วlaw 法 OK 你人冇講法律。你隨卡普通較簡單嘅龍即個可看 example。你講好你好，其實你開新嘅 page 嘛？好，特別你會使寫做 HO 咪是好啊嘛？叫 HO2 就是好啦。應該是第二咩 ？Actually 你後尾一至三是咩意思咧 ？Mandarin 不是這樣嘅 ，Mandarin 媽嘛，媽不是一至三是嘅，對就係 MA1、MA2、MA3、MA4，一般是代表媽，這個是嚟音。特別嗬，你咪寫一至三是本好啦，我是後尾教你地步，我冇咩曉聽出嚟六個聲，你被教嘅聲，特別我，你跟他講，你跟他寫 HO 呢嗬，對我嚟本是夠嘅了。人哋是人用隻 system 嚟講嗬，那有隻一人看到 HO 嗬，人用阿摩讀，你猜讀好，還是好，還是無相嘅讀音啊？咱係講咱要寫好啦，好啦，老好嘅好，老好嘅好咧，係個 O 唔是 HOR 咧，可是阿摩派，特別咧可，個即個 system 咧，伊有一個 standard 嘅 spelling 嘅，所以 O 咧讀 O。O 咧是哪裡 O 尖嘅 O， 好是 O 尖是安尼款 O， 特別是 O 食嘅 O 邊嘅 O 咧是安尼款。O 食嘅 O， 看咧嘅成個 U， 人講成個 U， 嗱你唔是 U 咩？特別 U 是阿摩字嗎？阿摩話嗎？下面 spelling 嚟講咧，全世界下面所在話咧，發覺話有四番嘅話，隔了有家己嘅攞嘅，伊有當時咧嗬，伊假如關係嘅攞咧。有長度，特別伊政策是有可能，有伊長度有可能是2-3種爾，即係影爾。都你特別關係講嘛，咱係 O 起來 ，O 是哪裡 O， 係咯 ，E 咧係是 A， 哪裡 E 咧是 A， 都記到即個兩項物件啊。我係辦法，按照個人按照記嘅，我俾一人個人 share 就是我按照會記講，其實要寫 O， 其實要寫 O。我 O 甲 O 係，我若是講，我感覺到我係夾做拍架撈落來，都是兩嚟 O 嘅。若是我係 A 咱講 A 甲A 甲係意思。冇我覺得，你愛記一個邊樣用一個，做咩事要記兩個 E 甲一個 E 咧？嗬，其實有一句話呢，你就會使搞掂咧。迄一句話咧，就是你去消費，去甲消費去買物件食嘅時咧吼，有一句話咧是邊啲人努力，一個寫一，一個寫努力一，若是你參做伙亂寫嘅話咧吼，你就會誤會，係咪唔嘅？就是你去經濟盤，你講你去個別店，你愛雞盤，嗰是愛雞盤，嚇，雞盤加雞盤是無相意思，完全無相意思嘅啫，我愛雞盤。我係夾盤是完全無相意思嘅，邊啲人會分甲真清楚，一個是 A， 一個是 A，A 咧就是寫一個 E，A 咧就是寫兩個 E， 所以你今日要會記，按照去分 O 間，一個 O 兩個 O， 一個 E 兩個 E， 即兩項物件，你想你冇教我講，係我想個把時間自己想辦法。出呢物件其實是bahasa baku嚟，出呢物件嗰度是bahasa baku嚟，是第 confusing 嘅是即個兩個呢。一個 O 兩個 O， 一個 E 兩個 E， 即兩項物件都搞掂啦。村呢啊是跟bahasa Melayu相關嘅bahasa baku嚟。即係像意思對像法國咯，法國兩個 E 嘅，法國兩個 O， 兩個 O 就是哦，又係法國就少兩個 E 嘅，法國只有少兩個 E 嘅。Lauder 嘛，講你聽人講就知啊，即係 Estee Lauder， 特別講啲人講。唔是 Estee Lauder 唔對 ，Estee Lauder 兩個 E 是 A 嚟嘅，因為伊是對頭一個，伊是對頭一個咧頂個一畫起去嘅，伊對迄個 E 咩？尾伊是無聲嘅，因為我有講學嘅話數，我有講學嘅法國話嘅，咁伊是無聲嘅，特別你講得有道理咯，因為特別咧意思是講你家己有家己嘅法，意思係攞得掉。So 龍 share PDF， 會使，我同你睇是 PDF 嚟。我龍你 ready 啊未？我想你講冇 ready 個，我係使 website 幫啊。
所以我被安怎 share 當點係你 PDF 我講聽，你會記I think 是俾伊 document 伊 actual PDF。你學話咧是我你若是講 complete 我 update 我 website 我已經有啦。你去邊咧學緊 .com/learn 嘅位，你就會睇，你就會學到你就會看到安怎寫嘅 system， 特別係你 document 是後邊 updated 嘅，即係是新嘅，即係今年話嘅做。這是新嘅，這是把它背過把它出來嘅。所以我係想啲可以進步。喂 update 啦，我係 update 你 website。啊，攏你使去看看你 website 嚇，你會 update 下面物件嚇，你會使我係使做 order， 你會使去改本。啊是我你教我講下面物件俾我。OK， 所以講到啲其實讓唔知有困擾㗎啦學生。特別只要緊嘅，即係讓愛聽嚇，要緊就要知。你啊，無嚟講嚇，我看做咩事我要開始硬逼我家己寫。我係帶到啦，即係禮拜話題是下面我特別逼我家己寫福建話，你每日攏話我特幾擺，我特別半暝每，即按怎寫。因為我是若是講我直直寫來講嚇，我頭一條會逼我家己學，第二條我個會教你有人看關係，人看關係啊，後人再講道嘅是 DAUGEE 來講後，人把刀嘛未讀道義哦。因為再講我嘅 system 是用福建嘅攞法嚟寫嘛，我唔是對阿毛嘅，even though 人用羅馬字啦，成日講即係阿毛嘅話，加美國話加法國話德國話，本是用上一個 set ABC 寫，特別伊人讀法㗎啦無上啊，所以你袂使講福建話真係咪對阿毛，你冇叫法國人去對阿毛嘛，好像活死。對，所以你就被有較濟講即句話咧，是本身有可能是間會曉講 English 呢，因無學過其他 European 嘅話，所以因無想到講，其實其他 European 嘅話，西班牙話我講，伊有家己嘅無相關嘅。特別人應該係在馬來西亞人漢啊嘅讀法，甲阿毛嘅讀法都無相干，咱咪是用阿毛字寫，咪是用 ABC 寫對。漢啊是較硬嘅，特別好。你若啥人讀漢啊貴啊，巴沙巴古啊，變做人寫即係福建即啲羅馬字 ABC 寫福建話是變做較硬嘅。人已經basic 人嘅咧，咁樣講咪基本讀音啦已經知啊。English 啊，其實是第無攞嘅。係啦，係嘅亂來。English European 嘅話嚟講第無攞嘅，伊真係隻 exception 嘅，伊真係寫。Roger 嚟嘅，對，法國話西班牙話嗰啲是真準嘅，伊按怎 spell 就是按怎讀嘅。我當見尾我當見尾叫人當見聽條人，但我去看 chat room 有人寫啦 ，Bernard Lockman 講伊到底 Medan 冇有樣家己嘅寫法。特別我唔知一對係咪 system 啊。Medan, I think Bernard is Medan. I think a better system for Malay Indonesian educated people should be O and OH. Get EH. Like, okay, that is a good segue into Chumi Sulam beside yung H. EH 啊，但係咱講 A 基本加加半下，咱Chumi Su，咱就是講咱有當時咱用咱家己把knowledge 啊嚟。apply to it， 特別咱無想過、無通過，甲咱別嚟聲咱無 consider 過咋。所以咁做咩事？咱會寫 或加 instead of 寫 加 EH。咱聽 加 EH，但係本來講嘅 make sense 啊。特別另外一個問題係咩？阿龍講。另外一個問題咧，就是福建話本身你咁樣你想到，福建話咧嗬是有鬧音咩？鬧音係咩意思？係一個。音咧嗬，你讀了你用鬧中嘅鬧咧嗬，佢可你音下落嚟停嘅。譬如講，我話你講咧，下出嚟下咧，你俾人哋 spell 咧，下好似你停掉音咗，按摩話咧叫做 glottal stop， 下各界各意思停掉嘅。對。你用 H 咯，用 H 嗰時用 K 咯，一個是 K， 一個是 H， 一個 H 加 K 佢無相喎。你講無相嘅 example 係無相嘅 example 嚟講 ，H 加 K 嘅。我等 O 物件 O 是 H 嘅，按怎咧？
應該是用哪個 K 條 O 呢度停咧。但是講你是用 K 話咧，嗬，伊是惡，伊較大力咧。一隻惡嘅。國家國。我也會去發國。一個是國，一個是國。但是你會曉講福建話啦。即係人聽到，哎呦confusing，特別老實講，你若是會曉講福建話人，你已經知啊，你已經會曉講這個無相咧。對，福建話會曉講福建話人，其實講，哎呦，介亂咗咯，介 confusing，我唔知啷講後面物件。其實你唔知是因為你已經會曉了。對，你甲無去分，你甲無去分出來。看有你無需要去分。當到底變做成個人 reverse 啦，特別個 stand 去學安怎寫，人哋人已經曉講嘅嘛。所以特別再講安怎去寫，而了個再講寫了夠清楚，啊無就誤會啊咯。若是講你寫 E 甲 EH 是用來分別加加加來講嗬。了不到我看到 EH 是我變做 at 喎，我睇做 at 哦。比如講，你係講KE 加 KEE， 你用 KEH 嚟講嘅話咧 ，KEH 有可能變到 K 人嘅 K 人嘅 K， 你變到啥？冇啦，你 get 啦 ，get 開嘅 get，KEH。get 開 ，sorry，get 開嘅 get，個你放啲你一 get not get 嘅 get，邊幫一 get not get 嘅 get，對雙 get，係你有一個 H 音啲後尾嘅。嗱是講你冇用 H， 係點解你要用咩音咧？你用 G 㗎。問題是後面物件嗰陣，我有考慮到一點就是。你係用安尼即世界安尼一種無相嘅 system 嘛？總是我要用這種咧，因為這種是台灣甲中國部用掉嘅，中國較少，台灣嘅教育部就是用嘅 Ministry of Education 本來用掉這個 system 嘅。一用掉嘅意思係咩咧？就是你唔是干那寫好家己看嘅，你寫嘅物件全世界都有真正一人看得到，有一人看得到，有一人會明白你講嘅物件咧，你這個話。對，你時陣就會驚，你會留更加濟人去將這種嘅話去流傳落去。龍，你使換到對你 Microsoft Word 了寫成日同埋人講你幾個 example， 啷寫到 example 講是H 啊，唔係其實要寫 H， 其實要寫 K 啊。我係你乜是話學掉啊？我感覺就要緊嘅，成日同埋加E到嘅加到。豆哥，就是豆哥嚟講就 GE 啦，係豆嘅是 GEE 咯。對，了，咩？等你有 H 就 OK 啊。嚇，後尾有 H 就 OK，冇像你係想掉下嘅新嚇？何九近，近到 H， 就到 H， 以何九近是 H 有何？我 H 嗰啲後尾有嘢，後尾有嘢，就講裂搞嘅裂。恨啊！冇，唔是。OK，I think 會裂掉過。你 explain 個 glottal stop 是係咩聲？就係講glottal stop 就是講，你用拿口嚟後尾音。你看，唔 OK， 唔緊，有一個辦法個，就是你拍琴，你學 music 嘅話啦 ，music 嘅話咧要 key 要 note 嘛，你 note 是有當時是較長嘅音就啊，攞嚟 note， 噔。啊，無咧就是一個 note 噔。拍邊咯是 sustain 嘅 pedal， 就是較拖較長嘅。sustain 嘅 note， 攏係 music 嘅。sustain 嘅 note， 挪秒，你寫嗰個叫做啥？挪秒就是。誒，點解學生？挪秒就挪嚟 note 咯。你係 example 較硬。你實特晚你講嘅 example 啦嘛，特晚你講有一個其實是國家嘅國，是 KOK。K.O.K. 了，伊後尾嘅聲咧是真正較定嘅、較低、較低，伊是國，了咱講阿未去英國，迄個國你好是攞嚟起來哦，伊有攞到嘅音，伊唔是哦，一個起伊是攞嚟起，伊較長嘅音，伊長了個開。等咧個停入去，所以你我咪看即個莫林頭聽得出個甲角後尾誒 stop， 一停嘅時，所以你聽袂就是其實是正常嘅物件。其實我講嘅唔是講你袂曉，但是你講係物件嚇。OK， 其實我邊人講，我感覺啦，我是我係感覺。邊人講我都無我無你 K 啊，還是咩啊？因為我講話快嘛。
無，咱人嘅邊頂嘅人講話，其實啦，咱你看係多一代啦。但是我報嘅你會曉嘅，我報嘅你無厘頭，我只你一定曉嘅，你就要吹掉你。我聽你講話，我聽到你會聽個，你會音啊，我就再講你會曉咧。對，我能聽出嚟，一般就出嚟。我是但住門會聽嘛，但住門係啦，但住門是講係啦壞。我你哪講話？我是但住門，但住門豆豆，但住門豆豆，但是夾，但住門鬼豆本咩？我是傾意思啊，我是。跟住錄住梅話。係啦，我未錄掉。嚇！我到你馬邊嘅都講骨咯。嚇！你讀講骨嚟啊？哦。但是講骨第幾條？無等講骨是迄個三馬仔邊上。三馬洲較貴嚟，就冇讀講骨咯。我是第九條嘛，講骨第九，你第幾？假先係第四度啲講骨集。我是講骨。你講骨頂啊？咪只彎條咯，講骨內喎。真係彎。哦，特別你幾年到幾年大病？我已經走啦哇！你應該走啊！我是呢是 playground 嘅邊個 ？Southern Bank 啊，你嗰邊有 Southern Bank 嘅定到？苗啊邊啊！啊，你度係有 Southern Bank。菜點啊？攞勁喎！你別你旁你豆沙邊啊邊？我啦，菜點啊會。我唔講話是咩事，我唔聽看伊講嘅聲，我 try to catch 你無上 H 加 K 嘅聲。我講我未做呢，我講我採用到係自己數啊。冇啦，你家己 judge 家己呢？我聽你講嘅話落準。咱無 study，咱家己會曉咧 language 明白哦。所以你講嘅是啥？但係你講英國，你會曉講英國哦。英國嚇，英國，你有講你去英國。阿未過，講阿未過，你去英國阿未過。你咪是講啦，當然你已經，但係冇啱想過咪冇想嘅。你會聽出國加國咯，國加國即是阿妹嘅聲。啦，你日本啦。係咪是日本？但係是就是俾寫英國嘅時咧，你只條讀嘅時就是用寫 K， 然後咪講國。嗰時你煲只物件只煲，依30可以3個煲，你佢哋零頭嚇，你煲就是 H 咯。是我媽教我講嘅啊，你講咩？敵意對敵道，羅仔對拍數。嚇，數羅仔對拍數，數就是 H 嚟咯，道本是 H 嚟咯，道本是 H。但係你講話，你講咩？我講話我並非意思。你講你媽教你敵意對敵道，羅仔對拍數。哦，拍數係咩意思啊？拍數係咩？敵意係咩意思？這是係你政府做阿三嘅story 啦，只可能嘅啦。就是敵意就是被做詩本是比較敵道嘅。敵意教義嘅嚇，用敵做教義 ，OK。敵意對敵道 ，OK。羅仔就被啱加拍數啊，羅仔就被叫拍啊。拍羅仔用去數，呢個直牛計 call，你媽是掉嘅時，你媽按緊做啦。羅仔，這是我係做工作嘛係個數啊。敵意對敵道，羅仔對拍數。我意思拍人嘅數嚟拍數，OK，所以當然你講咗嚇拍人嘅數，哇明白，哇這就意思就係拍樣咯，嚇，特別這是人家己，人嘅這當選人嚟馬來西亞歷史嘅本咯，敵意對敵羅仔嘛，羅仔對羅仔，喂馬古仔就是人嘅查某緊嘅，哦。OK， 你當然你講數啊嘛，咪是有講咯，讀本是 H， 同埋你再講讀按照 spell 咧，係假噶。你 feel 到再講 H 嘛，所以讀 spelling 是 SOD 或是 SOK 哦。SOH，唔是冇啲，數是 SOH。做咩屬於 SOH 咧？即係應該係咧數咧，唔是咱冇講數啊，咱冇講數啊，咱講數嘛對 ，SOH。我 spelling 數，我是 SOGH。哦喲，這個是，你是 Norwegian 嘅人嚟就。唔是，我邊嚟人？我係，我諗就是拍 SOGH 啊，because 我想數。
然後佢開淡薄，就是咱家己，就是講愈聽明白，愈會 circle 聽明看明白，特別別人嘅 circle 看明白啦，別人看明嚇，所以但是講咱有一個 system 咧，嗬，咱變做咁了人用一個 system 嚟講，咱嘅交通嘅會較方便啦。但係這是愈愛數，還是愈愛數？數啊，要數頭嘅數啊。數頭嘅數是無 H 無 K 嘅，數是幫啊。數我要數人 SO 呢咯。SO 有愈愛數，還是愈愛數？數啊對。係你是 O， 一個是 O， 一個是 H， 一個是 O， 一個是 OH。OK。了數就是 SO， 數就是 SOH， 然後一個 H。because 伊拿後邊開掉，你無完全無開呢，就是數咯。然後你要數，伊就是有你看係你音，你會拖長未拖長，但是你音會拖到加長。數慢慢數，然後就是無 H 無 K 啦，係咪？啊，你慢慢數，甲伊雙下，就是數，無 H 無 K。對。你但是講，我學你一條數，你未拖長嘅時候，你人唔知你講嘅物件 ，unless 你停了，人才明白。我嗰時候就是個字啊，你解你 plastic 籠，你解索起來，係你就是 K 先 ，K 索起來。伊唔是地，地咧就是 K 啊，索是地，卡地佢數較長嘛，索起來就你嘢數嚟索起來一籠，嚇，依個你哋。你無可能講，你慢慢嘢喺你數啊，去甲我索起來。嚇，你無講索，特別慢慢數嚇，你會使講喎。嚇，慢慢數，你袂使講佢索起來，無人講嘅，索起來。你啱啱調啲講嘅人感覺你奇怪咗，特別你慢慢數。你啱啱講嘅是人冇感覺。actually 意思是講，意思伊無像意思係數先你看幫陣呀，數慢慢數，伊就是講你滴你帶你幫，然後慢慢幫嘅意思。對，係了你學嘅話，一出比啥物事啦？下來。因為我所在講有邊咧有幾工啊？啊對。伊樣唔是叫電視機，伊樣是叫電視機。So in邊福建，我有 common 嘅 email 啊。I mean common email，我你就是講較 mainstream 嘅 email 時候。嚇，對，有 mainstream 嘅時候。較 mainstream 嘅 email 好是電視機。Sorry。較 mainstream 嘅 email 好是電視機，唔是電視機。電視機是貴港嘅人講嘅。嚇。會使 acceptable 人聽係明白，有時成個人有嚟成個 alternate pronunciation，有嚟 English 冇 alternate pronunciation 嘛，所以人冇有電視機，特別人普通較濟人講是講電視機。貴港嘅人是受到潮州話影響，講較濟條呀，所以人變做毛毛菇變做毛毛菇去，伊變做毛毛菇。你聽毛毛菇講話啦，毛毛菇啊，伊是無講暗名，你每個暗名就講。有個暗名，伊唔是講暗名，咩事？伊講咩事？唔是暗名。你聽毛毛菇講，你每毛毛菇你講得講暗名，毛毛菇個掉，毛毛菇你得講暗名，暗米，唔是，你講咩？咩事？唔是，暗名，香，唔是，金嘅，灰，唔是，伊是毛毛菇咧嗬，是講 M 名。哦 M 名，哦 M 名，伊是講 M 名，伊唔是講暗名。哦 ，OK，明白。特別一輪一開喙一輪講幾篇嘅話是咧，你未感覺到戇居嘅，你未感覺奇怪。你會聽講，伊是邊樣嘅人嚟，冇錯啊。你已經關係講邊樣嘅人本有兩三種嘅腔口咧，你本關係嚟。啊，你冇基本嘅咧，淨咗而家我特別是邊樣啦，一個人講，一個人講，望兩種嘅講法咯，表現嘅。就講有個人講啊，拜人講要燒香嘛，特別有個人講唔是講拜人講燒香嘅啫，又講拜人講燒香。燒香啊，燒香加燒香。我講香本啊，我講香餅啊，我冇講香餅啊。我講香，我是講香餅嘅。香餅，我講香餅加香餅嘅。我俾幫助攏個香嘅啊。啊，迄個老姨啊，是迄個查某嘅鳥嚟。你講伊厝伊翁嘅嘛是伊鳥嚟，你會講邊個人講伊鳥，特別我個厝無講鳥嘅，我講鳥嘅。
哦 ，OK。嚇，你注意看，檳榔人不有兩種嘅無相款嘅橋嘅。對。真濟。咱檳榔不有分兩種嘅，因為咱人受到影響無相，有啲人是哇正宗嘅福建人，有啲人多啲檳榔咧，伊是受到客話影響，所以伊無講重要嘅咗，即係物件真重要，你搞注意啫。伊無講重要，伊講咩？伊講重要。哦，是唔是？你注意到？呀，即係曾經我人就是聽無相啊，我問我嘅爹啦，伊講伊人是山頂話。對，山頂話嘛是客話咯。哦，我是唔知啦，我是想講 ，OK， 你是剛蹦出來就是山頂話，你 decline 嘅就是伊人就叫長山話啊。我人細漢嘅時就是有陣時細漢袂曉聽，แล้ว我人就問，安怎講驚話無相嘅，แล้ว類似即是長，伊講長山話，伊講山頂話啊，你看。檳榔咧嗬，山頂話咧就是客人講嘅話嚟，因為普羅是山頂嘛。哦 ，OK， 所以人無講重要嘅，人講重要嘅。哦，即係物件真重要，你搞注意者啊！特別大啲普地嘅正宗嘅福建人咧是講重要嘅。呀，有周卡加杜邦邊度搬啊？冇，周卡加杜邦是啥物件咧？一個是受到 Mandarin 嘅影響，用廚房度你是叫做杜邦嚟講，真少人講杜邦嘅，較少人講周卡嘅。周卡，特別你學周卡加杜邦咧，有一個分別係咩咗？阿龍啊，你會使有哪講啊，有哪寫哦，所以咱嘛是有機會，互人看到，按照字，按照寫咯，周卡啥物啊？為人講時，我做阿龍波接就要做得這工啊。特別我是要講，咱感覺到咱有一個 complexity 啦嚇，就是講咱有一個 complex，咱福建人就是講，咱講嘅福建話無準嘅，咱聽到別人講你成日較 clang 嘅福建話，你是較準嘅，咱是講嘅呢。特別其實伊是無相嘅 dialect 呢咯，是無相會聲呢，伊是講句句較準，句句無準嘅嚇。伊是講無相甘榜嘅人講話，淡薄無相，你看。對啊，你成個你去到英國咪就講 Manchester 人講話，甲 London 人咪無相嘅。對，聽係出。特別人講嘅本是 English 嚟。對。我人佢講。Canadian 啊，伊人講阿莫話，我人聽係出。對。你是 Vancouver，呀，我特做工嘅是 conference call 啦，我聽係出嚟咗。你靠近人講話，無相。你就是只是 dialect 啦，你就而家只是 dialect。啊，你就會聽係出了，伊人講嘅話呀。但係邊兩本係相嘅？所以我是。特別歡呼人講嘅時候，咱明見講，人講嘅本來福建話就是無咧好嘅。因為咱有一個本來嘅人 complex 就是講，咱本馬來西亞啦，丟你決定，但咱講過新加坡人話，基本而去做個只 popular 嘅 national dish，變 nasi lemak。了解咱馬來西亞嚇，咱 nasi lemak 只 nasi lemak 派時，咪個人講話只 chicken chop 嘅。你就變咗一個 complex 去啊嚇，變咗你家己有成個對家己。我本身嘅物件是無呢好嘅，外國外地是較好嘅。其實咱免嘅，咱會使兩項三項。我走食啊，我咪是攞食垃圾啊，走食chicken chop 啊，走食。chicken chop 是係。即係外地邊，去個部落去啊。不，咱個就去個部落去。即係咱嘅即係個特別，種時咱嘅有一個 problem 是 because 咱嘅一個 complex 嘅事啫。咱變做譬如表到咱有較 inferiority 嘅係個感覺無呢好。本身無嚟好，特別就係咱是免有 inferiority complex 啊，就是咱是講咱 embrace 咱家己嚇，咱有興趣咱家己嘅語言，咱家己 language 嚇，咱咪是大去學，來當然接去學。咁咪講，但係看咱講一個講咩物件要緊嘅，咱寫是特別是寫人未曉一個老嘅人是亂寫嘅啥物呢？未曉本嘅咧攞咧，就是有一個生氣音甲無生氣音咯，就是講我食啦食巴，迄個巴咧嗬是 BA 咯 BA，特別就是講我可能拍，迄個拍咧是要一個音出來，你喙都有迄個 aspiration 嘅音出來嘅話咧，就是 PH。我出去嘅是 PH， 特別我那時因為咱有煩惱嘅時候，變做人較英學掉一個 concept，較英學掉嘅，而且煩惱咧學 B 是讀 B 嘛 ，English 咧學 B 是讀 P 嘅嘛，對唔對？對。特別bahasa baku 咧 B 是讀
pekan police อันนั้น是阿摩塞啦 I want to go to the pekan I want to go to the pasar 冇啦你對樣話我講你講saya nak pergi ke police station saya sangat takut oleh itu saya pergi ke balai polis balai polis OK 來講到對so 出奇嘅聲啦 B 個 BH 咯就冇出奇嘅聲 B 個 BH 有就係人比較半 B 個 DH 有就係人比較半 K 個 KH 半有就係人比較半คุณกับคุณKH สิคุณแล้วก็ลูกคุณแอปเปิลคุณนะแล้วก็ลูกกุนทึงแล้วกุนทึงแล้วต้องมีคุณแอปเปิลเดี๋ยว这里是滚这里是คุณ这里是 K 这里是 KH 明白哦有隻生氣嘅音有隻氣嘅音你聽得出咯三粒沙你講下我是特登是用按摩啦成家成啦我講你good 你看啊我諗就是 MMH 成那是來你看就是 not double M แล้ว那是講我諗就 GRRR 你看I mean creative 啦 but 冇 system 啦就是所以那是講你那是聽到係自己發明嘅時候，人去傳教嘅時，你已經發明嘅，有可能別打人就用人可能啦。特別因為用安尼久嘅，就咩數台灣嘅教育用即個 system 教育部嚟用伊個即 law 是因為用 but challenge by time 嘛，所以伊用 already but 看就講哦，即個 system 咱唔使用啦，因為別你會有 conflict。即係咱唔使用，你看人別你有 conflict，所以人有已經有成個有 season 咧，所以人再講係咪 problem 已經 work out the kinks 咋？我感覺我 system 是就比較 Roger 啦 ，because 我誒調甚至我 father-in-law 甚至叫調人調。呀，我調人伊 retire 一係時啊，伊 volunteer 喺你正出名嘅迄啲美國。伊人換 translate 你 Bible 啊，阿龍，sorry 啊 pause 啫，阿龍啊，你會找機會嚇，when 伊講調人嘅時候，那時你拍出來，你拍，特別你 still 當今你 Windows still 是你 chat 個啊，你是換去你 Word 咧是那個，我俾人做換咧，真係你是你手機，你對內 screen 啊，你去換，你換到對去你 Word 嘅時。你去到對，你 switch 去 app 去 Word 咯。哦，你 PowerPoint。冇，當然 still 是，當然 stuck 掉啊，當然 stuck 掉。我俾人 switch。你 stop 你 screen share 那個 reshare 過。stop reshare。OK sorry，阿三你 continue，你調人退休了。แล้ว伊人是 translate Bible 啦 ，so far 伊人就係 translate 3000啊，because 伊人是 key， 伊人是 JAR， 是 Jungle Aviation and Radio。So 伊人啊是去迄個山巴有咧啊，毋捌看過人嘅啊，古早啊像亂有聽過迄個人啊去傳教啦，互人睇死啊，就是迄個 organisation 啦。伊人 Bible mission 咯，了有看伊人用咧，伊人去 Africa， 伊人用咧 African 嘅物件，แล้ว so what is system 啊？啊，你寫 second page 啦 ，second page 咪是得 collectively。next slide 哈。呀，像有咧話成個像啲 Africa 正出名嘅，成個伊人啊是 South African 伊人 African 啊，แล้ว伊看是伊人 spelling 啊，你看啊像個出名了啊，แล้ว because 我係一個朋友啦，個姐姐是 international 啦，所以我人關係啊，所以成個 Roger 你看參去 ，that's why 我是冇 system 嘅。我就係，所以對，你真係人唔成日唔是亂呀，即係人家己接落來，因為人冇講起，人有隻 system 嘛，冇講起隻社會，所以變做家人用人家己辦法咯。我人馬來西亞人個學韓啊，個學阿摩，แล้ว個家己嘅 system 出來，變做 Roger 嘅了去咯。那 Roger 係古來係時，你講嗰時咪個會講冇通啦，你唔驚？呀，แล้ว頭先我看別個人拍啦，那是伊人用 TJ， 我就知是 Indonesian。แล้ว我就用我捌看過 Indonesian 嘅字啊，像人講中啊，人是 CHUNG 嘛，
伊人是 TJUNG， 所以我就看到伊人有陣時伊人拍字就用 TJ， 我就覺得轉歪頭看，哦，伊是 Indonesian， 所以agak他 email 啊，猜咯，就是對，但是講你就屬 Indonesia 樣是用 TJ 哦，伊是 Dutch 啊，對，樣嘅 system 唔是 English system 嚟，樣嘅 system 是 Dutch system 嚟，所以我就是安尼款參來參去咯，了有陣時了佫看到像 French Canadian 啦，伊人佫用迄個French Canadian 嘅字啊，嚇，了我要佫轉歪頭看了嚇，了佫看安尼款咯。趣味啊！我只暑假一啲機會啊，不當咱個要做佢冇聲嘅補習班個，咱人講已經講係幾點鐘嘅啦。因為我是準備是要教人，我要學人再講，我本是啲學掉，我若是講學會掉啊，教人人冇會掉，你特別有心呀。你會看你有當時我安尼做呢幾年啊，我較有心學，當今較有心學，我根本學無淡薄呢，當今我是曉寫哈。讀冊，我前面講我要講一個knowledge before 冚是，特別我是要學 share 個人講我本是就會落功夫來學嘅，唔是講那 naturally pick up 嘅啦。because 我頭一條我要甲人講就是 first thing 講冇話嚇，人轉者 first thing 頭一項要講嘅就是你特別 unlearn 你嘅 previous 嘅 ABC 嘅 knowledge， 啊冇話換那話，你特別甲漢語拼音。你特別背記起，咪用伊來影響完全學用人學見嘅 system。完之後學會曉咧，你就會分這是學見寫法，這是漢語拼音寫法，這是阿毛嘅寫法，這是華南嘅寫法。對。有問題，別人有 question 咯。ada 問題tak？ ada soalan murid-murid？ Hele soalan ni是 because 我是 tone deaf 啦。所以若是人講你哆來咪你西嚟音啊，我是真坎坷 because 我是 tone deaf。特別好，有可能啦嚇，你特別你問講到嘅，我係 musician 啊，我自己我是 musician 啊，我本未曉寫福建話 tone 過 ，because 對我嚟講是較坎坷，所以我是講instead of totally 唔去學，我成學我會曉嘅，所以 at least 當今嘛拍底我本會曉講。寫出來我表寫嘅tone滿好，咱 already eliminate one problem here。但 second problem tone， 咱係你較應猜，因為咱 already eliminate 你寫法啊嘛。呢是白曉，對，白曉嚇。攏係你放較大個 ，slightly one size， 你大，即大，特別我係你 screen 啊，冇話攏你做可以較矮。你係 window 啊？你 window 你除咗本你 window 做係較矮，所以你冇呢啲 space left right。特別你冇你是 share 你 screen 嚇，但係見到咪？我就係你是可以住個大碼之後，我嘛，你係OK，I think OK 啦，你講 OK 啦，我看會到，แล้ว我幫呢38。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等陣我咪考 question 先，讓有問題啊，學生，有係咪咪教俾問，但係冇機會講對。long share PDF。確定 share， 確定做了是個 share 了，一個 system， 啊是你使佢本來學嘅嘅 website 冇。咩？แล้วแต่咩 M 咩個 M 係啲事，我冇估，完全冇人講 M 嘅。我出來啦，都出來啦嚇！你每都講啊！你成早起嘅阿妹早起嘅 opposite 係咩？早起 opposite OK 咯，冇 M 咯。對嘢喎！特別毛毛菇唔是比較講嘅話人咯，毛毛菇講話冇相嘅，準嘅人嘅，伊是伊傾冇相嘅。感謝。所以我邊咧我規嚟傾啊。我兩三個咯，兩三種嘅傾。因為咱有無相種嘅人，無相種嘅福建人，咱古時就講好話，影響其實無講就濟啦，無講就濟。咱時就客話影響就濟，加調住話。有幾單咧？
嘅那福建，是潮州人嚟嘅嘛？正啊，福建話是福建人福建話嚟。阿龍寫嘅你啊？零啊！咱看下寫，你只人講別福建話別寫誒，嗱，雲南就寫。哦，贏啦，雲南。等陣咧，自己可以慢慢寫。我隨你咪知啊。係咪你講數嗬？OK 啊，你講數，但係你講係你數嚟數去啦，順多啦嚇，數啊，แล้ว數頭你冇講啦啦嗬，แล้ว嗰一個是，但係我好像啲長 A 是聽啊，數長 A 問題啊，你講緊有線啊？是，但我聽到講啲數，但係我想到了有一個是數，唔是數 ，no 數唔是數，แล้ว個大理啦，大理加希薩，大理是數，大理是數，แล้ว希薩數，對對咯嚇。แล้ว就是大媽係你莫零頭講嘅咯。誒，咩？但我講啲啲，但我想到係一個是你字個啊。古里對數話係唔對古里對拍數。羅仔對拍羅仔，聽出來係唔羅仔對拍數嘅。講到換有牛仔麼啫嘛？白天真個啊！有羅仔，阿三對啊咪，阿三對。嚇？阿三沒有。阿三，唔知阿三冇啊。嚟，我寫對了，大數。大數啊？數 SO 呢咯 ？SO 呢？大數。有數檔咧？數加數頭係數上咯，數加數頭。大數。數。羅仔。數檔是福建話喲。數檔是阿木漢話嚟。漢話。特別好，物件講。特別數檔是接落嚟啦，有一個寫法咧。上個三本咧，可能上個三本已經有寫法咧。這個是真久啦，伊攞嚟自己就是就是一個數，做乜是一個檔咧，冇意思嘅。特別百幾年前嘅人已經對你只已經寫落嚟啦，所以咱免去改伊啊。咱去對。成個咱講拍釘釘啦，咱這陣時去拍釘釘嘅咪釘釘，釘釘咪是對寫講。有林拍。林拍係寫啊？林拍係寫本嚟，佢咧係寫。LAMPAH 啊？屌搞，這個真搞笑。林拍誒唔 H 唔對 ，H 係林拍係啊。林拍唔是林拍，唔是有 H。PHA 啦 ，PHA 啦，先至 PHA。PHA 對 ，LANPHA。幾百咧？幾百係寫係，佢咧係寫係。幾百寫，就幾百是福建話嚟嘛？有普吉是福建話。普吉是雲南話，特別係寫本。唔是這裡。如果羅馬字拍字好，難。但是用漢文來寫，漢文拼音來寫。難拍。我冇落去你，我是用漢語拼音。用韓語拼音。南拍，伊唔是南拍，伊是 N 嚟。英唔即係英嘅嘛？你是講一講話成個男人啊，伊唔是成個男人啊，成個男人。因為是拍藍椒是 bluebird。呀，對啦，我是叫 bluebird，就是藍。冇啊。LAM 啊，藍色嘅藍啊，冇 bluebird 啊。佢有做寫嗱，我即就是咱無 system 嚟講係話，咱有可能對人款咯。咱講我特聽到上嗰是上字，特別啷個了 spell 無上，你知道？所以就是你無只 system 係你變做你個唔知伊嘅等人福建嘅等人字，做寫係，你都會變做亂寫去咯。上個我聽到你人講傻當 right， 我人嚟處理是講傻當嘅喎。我冇講傻當。嚇。我講傻當，我講傻當。呀，我人是講傻當。嚇。咁那是講我拍嘅，你講傻當嘅人拍，佢就拍冇正嘅。特別伊個當啊，你這是變調無相啦。呀。變調有咧，像個人牛吧，係你一隻牛，你講牛，特別你講牛吧，是你講牛吧，你無講牛吧。所以你 root word 嘅 pronunciation 冇是像牛。特別是你講牛吧時，你是個地吧誒。你無像，你是無像dialect啦，無像區嘅讀法。OK。你是
有咧为他丢咧他丢，人是讲丢嘛。สำลักซา就係你講，同埋咱講咩嚇？你所當對，所以同埋咱講牛吧加牛，你拍時，你是被拍到對伊 original single 一個字嘅聲。even though 你讀嘅時，咱是讀牛吧，咱唔是讀牛吧。就話所當嘅咩咯？所當because 是對等人字嚟讀咯。because 咱潮州話都無數嘛，有啊。數啦，恁講數嘛。cracker 啊，數咯，數加數係啦。冇相字。冇相字咯。福建話咱講數嘛，數邊嘛。阿龍你做咩 ？I think 阿龍係咪in my 就 can 啊？我是先生 technical difficulty。แล้ว等陣落去ลอง有把你question เนาะ有未啲真係阿龍冇聲氣啊阿龍那時你冇聲氣 sometimes 你unshare 你 screen 一個sometimes screen share will cause issue แล้ว佢字俾個寫啊，啲字佢強緊 key 可能緊key 可能緊，強緊是 key 可能緊。呢是 key 可能緊還是強緊？呢個強緊是講咩 ？key 可能緊是講辦。成日人講有人係咪是 glide 掉砍掉嘅字講啊？接唔去啊？但我俾阿龍啊，俾阿龍出聲啊！阿龍你是冇聲去，lost audio 係啊？冇一族另啊講。那我到下邊，我冇聽到人去。一做 octopus。一邊冇聽到去。maybe 你佢就係 log out 一個 log in 就對。阿龍 refresh。但係攏講咩？但係話以 technical fix 下 technical difficulties。跨字強緊。冇聽咩？喂，你聽到我？聽到。奇怪嘅。你特別對之類嘅，伊無伊 system 係伊無出嚇，無 option 嚇。Sometimes 就是no speaker。你 try key，你 log out 啊 ，from the chat 一下佢對嚟。Sometimes no speaker microphone built-in microphone。伊無 option 學你用你 external microphone 啊。伊調會到。no。你 input 冇 option 你 log out 看 log out 佢就 log in 佢。你出去就嚟到對學費啊。嗰有一項物件我是會等阿龍來講攏有想到攏特擺用嘅拍字嘅辦法。加當金，攏把你甲學到，本來學嘅嘅拍法，嘅寫法咧是攞咧是有感覺就講成一隻槍，你就俾過學過哦。成個你 GH 啊，你 GH 個 RRHHMMM 嘅 system， 一趣味嘅其實。我感覺冇啲需要哦。冇啲需要係咪？有啲嘅。當然聽唔到講。聽到。但是這字兩咪是拉薩冇事，你冇事有啥咪數，係咪數冇事啊？Right。我都冇看你麻煩啦，佢就啲佢加啲聲啊，是咪？即係是。你寫韓國多韓國講嘅音線嘅，反正係反正係嘛唔是？對啊，當然咱是講到啲聲音嘛，咱是講按怎寫呢 ？Hello， 我聽到你。咱講嘅音是聲啦，咱免學講咯咋，咱特別學寫。Hello， 聽到。你聽到嘅是 technology 部呢，安尼這時候，咱當面梗係講到話，電話梗係講到話，當今啊，咱 phone 嘅 SMS 啊，係咪物件啊，其實幾個咧就寫，所以咱唔是吹到一個。
寫法咧是個 standardize 人寫物件，一個另外一個就是，但是咱無通寫咧，咱把刀無通留。了，我應該做福建嘅 keyboard 無啊？Actually 有啊，嗱，如果阿龍，我拍字是用福建嘅誒，阿龍啊，我聽到 echo 咧。就清楚，誰做呢種劍？真清楚，落 out แล้วก็ log in。แต่มันโอเคในกูมา so ลู log out ลูจะ exit quick 當時聽唔到我講嘅咩？伊未聽到人講話呀？是啊。I think 伊未聽到人講話未怪。特別響啊，等陣阿龍，你聽到話？technology 就是呢，呢個 headset。Hello。冇零頭。人講嘅，當佢人解是為解人安怎拍，唔是解人安怎講。OK，所以我咪在做一 keyboard 出來無？人already 已經有啦，因為人會用羅馬字，人會用 ABC 拍，人那是。了，我未去到吹嗰啲 keyboard 咧。邊啲學嘅就會有，你使 download 伊 input system input method 啦。你使用，伊唔是講就 perfect 個，特別伊會使用你用人當機咪 keyboard 啦，使得阿龍安怎拍，伊會使用佢哋 system 嚟拍。我擺一拍你先 episode 大多時個都是用佢哋 keyboard 拍嘛。你就係你後面呢個，了到邊啲學嘅嘅 website 會有。你去邊啲學嘅 .com/learn。下邊度假如按照寫咧，按照用 computer input method，特別伊 system 阿龍，你學阿龍 update 過啊個去，你使去啦，你使去看，所以你咪 download 先。了 ，is there any 我人會使 edit 個，if 我人會曉嘅人 edit 係咪 ？if 有 mistake 啊，係咪唔叫我感覺到應該 edit 嘅，我會使 edit 個。係咪物件？你意思就 input method 呢嘛？意思係你拍字呢嘛？成個你拍是按照 edit。我唔知你講 edit 係咩意思？成日其實講物我今日我 keyboard 有特步問題，我 type in 呢個字，但係字唔是我嗌嘅字喎。Is it possible 我使 edit 嘅 input method？ 你特別我掉，那是你拍掉嚟講，你就出掉字咯。但是你拍唔掉，咪是未出咯。伊個 system 是拍你伊個 database 是 already 做呢啦，讀會你看到幾耐字，你再講伊是 problem 咩？你會使，伊個 database 是阿龍 collect 嘅，所以咱係俾 message 阿龍啊，你 message 阿龍，特別 most of the time 啦 ，most of the time 係你拍未出先，你拍唔掉，我特別是拍未出先，按則冇，佢出一個嗱我拍唔掉。OK，特別就是你真係你再講 confirm 講是唔對嘅，你使教阿龍講，還是教王講咧，是同啲咯。阿龍啊 ，OK good 啦，佢就對嚟。then 嗰就是講 positive spring， 不得有。你講即個見招，嗰另外一個我家己講，另外一個咧就是聲後尾成講嗱皮康聲嘅咯。阿妹，平康聲，妹，我講妹，較妹較快啊，妹意思啊？做下咪件咪，呀喂阿龍，我聽到，我冇聲個，等佢 set up 先。咪冇聲咪，呢個咪是 mi 的啦。甜。嚇，那個藤啦，藤，要你先你棉，皮康聲，等我唱個超好 example， 就係未少有阿龍是咧，咩嘅丁，黏湯，湯生，係咧湯啊生，特別我比較 spell 是呢啊，我湯咧。我是 spell T apostrophe N G 哦 ，THNG， 不 THNN T แล้ว apostrophe N G 就是湯，安看咯，湯，我是 spell T，按照 spell 行路卡 THNN，
THNG 有人拍 THINN 啊 T 哦藤 T 哦都 ENG 对 THNG 对 THNG 伊无中的声藤藤我想藤无 HDNG 有藤的藤 THNG 哦藤甲藤的藤伊是短的无想短啊会晓哦你怎么还晓得咩伊 system 咩哦唔知咩數啊要內阿龍那邊咧福建話有教嘅聲嘛人檳城嘅福建啊人講檳城福建嚇你聽到我講話當然俾你聲會聽到我俾你我條水同時可能嘅俾你若是你要參冇啦冇，我同你講，福建話咧本身咧是近日地址咧，平常時是近日出嚟音嘅，特別變靚咧，因為嗰時就講話甲潮州話影響咧，所以咱有教你音。特別有咧音就少用嘅，就少用到嘅，所以你近日愛記了6個音就夠了。特別所以你無想要煩惱嗰啲音嘅物件，無想要煩惱，我感覺到咧嗬。即係是 next level 對，我是感覺對本，我就感覺特別我攞個音咧，我攞頭聽。嚇，但是我安尼這年啊，我是學嘢 consonant 了，我冇學嘢。我但 basic pass 了，baru kaki intermediate 啦，banyak kai advance。無人是 forever 掉學別掉。我是被提起一個意思是會講，佢哋唔是伊個 consonant 嘅 difference 啊，冇零頭啊，佢哋是伊個 tonal 嘅 difference，伊個調嘅 difference。我講藤調加林藤，伊個 ABC 寫法是相，特別若是你加伊個聲嘅 marking 你起啊，伊就你就會正式就讀到佢個聲咯，啊是你後尾係1、2、3、4個嚟 make it difference 啊，成個你曉當人車哦，你知漢語拼音哦。我讀都能學所以你曉漢語拼音，你嘛再講漢語拼音 Mandarin 有4個聲咯。แล้ว福建有699嘅聲，變嚟福建較濟聲。其實 Mandarin 有5個聲，Mandarin 有5個聲嘅。有輕聲。有一個輕聲嘛，對，有一個輕聲。5個音是4個是較清楚嘅。媽，係咧，古仔是媽。輕聲。這不是我嗎？我嗎？所以我諗俾我就是去變嚟福建嘅 website。阿龍，你阿龍啊，你到落去較好嘅 system 啊，不過別嚟較好嘅位去哦，你會去別嚟 website 哦，還是你會學乜嘢先？你學無啥物件咧？無啥所在去嘅，你學乜物件？你係學 basic，I think basic 可能我是介紹，我是要 promote 可能用人嘅當今學嘅曉控制呀，伊 romanization 嘅 system 呀。係你是頭一曉對人字個面團到個，你未曉識呢個 romanization 呀，你把它。我是希望保險店會來就保險店是阿冇請嘛，特別伊個只 gen O 嘛，特別唔記得聽到是對啊。即係當今咧，人暫時是學伊個 consonant 呢，人學伊個 ABC，伊個阿冇伊個羅馬字呢，了人白刀嘅時個嚟講伊個聲，伊個調，個嚟，人講調是白出。你講幾十年學嘅話係變靚人啦，不有可能唔知講，哎呦，係咪意思？到時我學咁我知道未曉誒。我當今無你家開始學呢啦，你我就是學你讀稿嘅你啦，阿龍。讀稿嘅事啊。讀稿誒，你相關嘅係咪所在？我咪就係你會一個韓國人講，哇！這句話按照做咩屬於 grammar 是安尼款嘅。韓國那本比較介紹咯，阿摩咯，除非伊是有讀過即個 how to teach Korean to foreigner，安尼款嘅 course 係冇啥。人家己無上個 meta 呢，家己 analyze 人家己用嘅話嘛。特別我是講要緊是我 anyhow 我要緊這個目的咧是袂講，若是講人看到本來福建大刀啦，我是希望咧，我是搞個3擺有一節嘅事啦。當我退休時，我就搞個一節3擺我拍嘅 show description，嗰兩本是用
福建話拍，特別我一條想到的就是頭先我未曉咯。第二條我那是做上濟啊，人看無明白，變做無效去咯就。若是講我拍你較濟人看會明白嘅物件，了會 attract 人來聽，了你咪是較有效咯，都無呢 effective 啦。即係當我較教嘅時候，較當今我是以帶刀呢，有陣時有人看到，有陣時我拍內衣，唔是 E 嘅聲，伊是A 聲，唔是 A 嘅聲。是啊，了個阿龍我要講嘅就是迄個，但我特擺未曉拍。我哋都拍有一個字唔對嘅咋。嚇，係咪？你甲我講啊，我計嘅。Butterworth。白海啊。嚇，我拍咗咩？你拍唔對。because 我看了幾後，我哋兩個你冇咩對嘅呢？你拍 PAK 嘛？哦，我拍到白海。伊是白啊？伊是白海啊嘛？哦，我唔知，我特擺讀白嘅喎。你讀白海嘅咩？嚇，是白海嘛？北海嘛？我就冇甲北海冇關係，攏是拍白海，嗰是白海。哦，我想講上來，我想講是北邊嘅北。呀。你都唔是讀北海咩？就是叫白海。我講北海喎。北海。北海。讓咧別人，等我聽別人 input。我覺得我唔知講伊當伊 Mandarin 嘅時，我是講白海啦。當見我知伊是北海咧，我是講北海哦。嚇？喂，你 Mandarin 係咩？你講我冇 compute， 我未 compute。我細漢嘅時啊，我唔知講，我諗 because 我知㗎啦是讀阿摩車，我是一人讀唐人車呢。所以伊人甲了講北海，我咪會了講北海咯。แล้วว่าไทยก็สิก้องเป๋ไห่แล้วอ่ะว่าก้องปักไห่ล่ะว่ายยาสิถักตึงหนังแท้อีพูดสิก้องปักไห่ว่ายมาก็ว่ายจีสิก้องปลาไห่มอลิงเท้าลูกก้องปลาไห่สิปักไห่กุยกังนี่เป็นปักไห่อ่ะปลาไห่ PH โอ้ปักไห่โอ้ปักไห่บ่สิ叫ตัวสอคานะบ่ปักไห่ตัวสอกก็是 Bukit Mertajam 我是叫特別我 I think 是個 mistake 啊白กับปัก特別你試啊แล้วแล้วตรงนั้นสีเป๋เลยตรงนั้นใส่ปักให้เลยปัก冇錯冇相字啲白海就係冇相字嚟嘅特別啲 Butterworth แล้ว人我是關係講白海我冇講白海嘅咋哦你講白海嘅我講白海喎白海嘅嚇我頭先都聽到咯哦我頭先講白海白去貴港去白海就背去白海就請我講白海特別你知我個字物件叫我關係是我家己就講嘅我佢勁處人講關係是咩嚇我爸我媽我姊我個個咧講白關係แล้วbut anyhow so 你那是講你寫是你是寫 BAH 特別伊個當人字本是上白特別你講北邊你講北邊嘅北嘅是 K 聲還是 H 對 K 聲哦明白因為 Butterworth 你白海是北邊嘅北嘅意思咩我唔知是咩是北邊嘅意思咩呀伊是北海唔是你買看段人字伊是北邊嘅意思咩啊是對你巴嘅聲嚟講一個 Northern 有關係咩一個 North 有關係咩冇關係嘛唔知特別伊人是叫北海啦做咩是叫北海咧我是叫白海嘅我冇叫北海嘅白海 BAH特別一寫字是寫法是上啊你本是用咧當南西北嘅 OK 咱這 file 起來不只是咱 continue discuss 看別嚟邊啲學嘅人聽講講白海呢白海還是白海我講白啊我是成個 K 嘅聲我是北海別嚟邊啲嚇豆哥講咩我是北海我不是講北海 H 啦 H 嘅聲BAH 還是 BAK 原來是 BAK 咧白海啊白海啊，成個白素嘅物件白起來白嘅啦。
嘿，这是虾米所在啊？这是巴多啊？我人贵港诶，槟榔诶 island 诶多，แล้ว馬來西亞誒 Malaysia one of the place 貴港誒上濟州啦，特別貴港貴特啲你 mainland 嘅。แล้วOK，你等咱 discuss 法海誒無相，咱就是有講到，梗係講到你看樣嘅。特別我問英國阿龍，特別我未曉拍，是我未記起，就是成日講生甲湯，我特別要拍嘅聲，我要加拍隻伊無嘅聲，伊是啊，伊唔是你拍伊嘅話咧，就變咗伊是無啦一頭，幾條聽嘢咯，幾條聽聽幾條聽，所以聽你是一無啦，伊是 THNG 嘅聲了。對 THNG 呢，生聽更啊，แล้วก็另外有稱嘅幾把咧，稱幾把是學掉咗話咧 NG 咯。稱幾把我唔知咩意思啊！稱幾把你成日稱呢幾骨，你食你幾骨就是稱嘢咧，你夾手機咧，嘎噶啦出來。like 我諗是講 pick 啦 ，PICK 啦 ，pick。我 pick or like pick on the bone 嚇 ，pick on the 成個 ribs 啊，隻 ribs 啊。一個隻咪講咩咪咯？但係人講你後尾人按咗 N 你是人冇咩關係看本阿龍。人冇關係看 N 是用皮長音，就是講山去山頂，係啦個象一隻象 ，elephant， 就是講你 spell 時你 N 冇啲嘅，因為你冇讀象，你冇讀嗰啲 N 出來，伊個 N 咧好似聽啲你皮康嘅象，我想啦，伊個叫係象字了，當你點我講咩？冇點我講咩？咩冇你咩冇，伊 already 有啊，伊 already 有一個皮康，伊咩 M， 就是講象叫，係咯，唱歌嘅唱，係啦，佢bắt到隻調人嘅調。N 嘅聲，但有人是寫 N， 有人是寫 NG 啊。你寫 NG 話，你就變咗我上教我嘅中人咧嘛，伊是中人，伊唔是中人嘛，伊是中人。中人，還有個酸呀豬，酸呀，有，還有個海鉗下鉗掉，鉗，剛啊鉗，鉗，剛啊鉗。鉗下鉗咯，鉗你冇你 NI 呢？對，你是 NI 鉗，怎麼是你是 NI 特別鉗嗰度 NN 呢？ Because 因為變咗機，變咗機器啦，要一個 N 啊，我 actually 是你會 spell 做 NINN 呢，特別 NIN 變 redundant 嘢嘛。對，伊無需要啦，做咩事佢了你點聲？伊無需要，就伊了你點聲？伊都無白你聲嘛，伊都無白你。明白。有。其實你若是講有興趣嘅話，咱係放喺你 PDF 去迄個Facebook 又好，度又好，你去看迄地方，迄地方是我花落長嘅點聲去 design。阿龍，或者咱嚇，未必咱攞人呢，你慢慢解釋。咱阿咪別人嘅嚟講咩？你一個，咱 go through it chat。阿龍啊，那是我做你 as an author 啊，到啲本來學嘅 website 啊，你會去寫啊，是上濟講。我會使去寫，但係我是驚會做爛就你嘅 system 了咯。未啦。你開互我做 one of the section。CEO 講我就冇玩嘅，見咩？好，你是咁啦，你咁啦 take charge of 伊個你本來學嘅 learn 嘅 section 啊。你就說我做路邊做 BTW 當佢往嘅運動裏邊咧，我特特只我放一個字出來嘅，當有人去讀嗰種花車啊，還有嗰個囡仔囝啊，我特特只有放一張嘅
Instagram 嘅多出嚟。其實阿倫那時都愛嚟講下，我那時我做 alter 就啲你 WordPress 下，你會使 maintain 喺你邊啲學嘅你learn 嘅 section。On top of that, whenever you post 你學嘅字時候，你會使 post as a 邊啲學嘅你 regular post 本。會使，我會使做。我肯定試個講大佬。OK，然後個下面物件，下面物件會每樣啦，後點會到最嘅點先事。我應該在隨玩誒，我隨。แล้วก็有邊啲學緊 .com/learn 你對去 learn 安怎寫個 learn 安怎特別要問你冇零頭個條，冇零頭個條。我多正啊。冇零頭問佢安怎拍，安怎被拍嘢。特別係你話本是 consider intermediate， so 你使等隻啊嗬，你特別 feel 到你 confident， 你會寫啲 consonant correctly 啊嗬，你個 start 拍字，因為你那是無你寫嘢攞法嗬，你會拍唔到，直接拍唔出來，你會特別 frustrated 咯。我都是 start 嘅是成用寫成一咪插一條成，一咪插一條，咪插嘢。input 嘅 method 性，會曉啦，就寫，了到時你 next step 只去用嘅 typing 嘅 system 嘅時，伊會較無咧 frustrating。明白哦？特別你會使去邊啲學緊 .com/learn， 你就會看到伊內 section 啊。你特別會曉伊 system 咧，都個會拍，你當然先 install 伊 system 都未拍掉。你特別會曉寫嘅 system 先，你用啲 WhatsApp 裏邊啊，用安尼款嘅 pattern 教我講話啦。加粗鄙嘅，你明去管係你短嘅，買去還到係你短，我冇會拍係你 romanization 調啊，人對平逼你講咩嘢咧？你我應該 create 一個 WhatsApp group 啊 ，for 我學緊Very good， 調，跟住學 romanization 嘅，我馬上俾。哎呀，使啦，當然。你變咗，調你變咗是你香港嘅人啊，伊講話伊傾走伊，對人嚟講啦係走伊嘛。特別伊 spell 出來嘅物件，一定是像嘅。你個像一個字，一發音是像嘅。所以 spell 像嘅話咧，如果伊譬如講話樣，變咗是你講英國嘅 English，你講美國嘅 English，特別你拍出來物件是像嘅。了，其實安尼款是就好嘅啦，安尼冇零頭。98%是像嘅。我人拍你有那款拍一下，伊變做伊成啊，人嘅我教安尼啊，伊會 train 你嘅腦啊。一個新嘅一個寫法咯，所以你變做你直接 practice， 直接用下，你嘅嘢逼你嘅記。我頭啊，我同你講，你知我特別 list 我 guess 嘛。แล้ว我聽可能後尾 at the end 係我 reintroduce 上嗰啲人時，唔是原來我被 introduce 上啊，我係被 recap 嗰啲人，所以我聽啊是我 list 人嘅名啊是我係拍出來。等到我拍咗半路，我聽一個名，我拍，佢 try 拍掉。當今我係拍較快啊，有哪聽我哪拍，我係拍出來。我冇拍一條，我跟他拍一聲呢。原本開始90%拍掉。然後到嘅你出去，我就 start 拍DAUGE 啊。等到我俾隻關係起來呢隻型嘅，所以我是人逼人家己學啦，然後人咪是 start 喺你 WhatsApp group 時講講，當今咪講嘅一邊成我即係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感謝後點嚟教我人補習誒，即係禮拜龍咯，然後個有即係香港嘅路卡。路卡一咪194啊，我未記啊，邊啲學緊啊？豆嘅去吹我嚇，豆嘅去吹迄個邊啲學緊.com 咪吹看迄個豆，即個路卡嘅名係咩？我請我去睇嘅，馬路啊！我俾仔講，定到我叫係咪路卡名啊？191嚇，192啊，係咪193、194啊？190啊！哦，你個計嘢，你數嘴嘢。定得我叫你194，叫嘴一寸去。然後個有 OK 阿龍啦，後邊阿龍啦，阿盧卡190啊，豆嘅啦，阿三laksa住嚟係住 can 我唔知是住嚟喎。台灣啦。哦，昂嘅嚇，姓昂。冇，要攞嚟上人，嘅叔叔。我係你上人，我係攞嚟阿龍。แล้วก็จะ姓昂。攞嚟阿龍，因為阿龍嘅 sticker 牌，如果特別用手。姓昂嘅名咪冇叫，冇可以畫名丟過姓昂嘅。
哦，對哦，水轉。啊，你名咩啊？水轉。水轉啊，水轉。你畫名。水轉攏了。水轉都係名，水轉昂，你名水轉。OK， 水轉。昂水轉，你名昂水轉。水轉。昂水轉。嚇，昂水轉，แล้วก็有หมอลิงเท้าอันนั้นนะ今次啊，各位聽，一個住啊，怎麼走去啊？蘑菇。OK， 今次啊，各位聽，謝謝聽，禮拜再見，拜拜。等陣，before 讓 YouTube 嘅人咧，就實際嘅做你 closing YouTube 人頂面就這邊訂了頂一禮拜冇看到，就這邊訂了，這邊訂你嘅迄個意考啊 ，subscribe 咧訂來聽，訂來看，我人嘅變得好嘅節目，แล้ว第一集正咧，我會現條錄音嘅時對通知你啦，拜拜。哦，音好。哎呦，人都 come， 真係 ，My God， 真係 YouTube come and stream，OK。我